相财福，无生无恼，对吧？智慧广大等众多圆满的功德，并观想，如果其他众生也能获得这样的果报啊，那我该多高兴啊！反复观修，然后这样观修的时候，也是对境，也是相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简单，可以做得到的部分是相当就是以自己的母亲作为主要的对境，然后母亲，是又要知道，我跟我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不光是这一世当中呢，我小时候他就培养我了，那他帮我生下来，然后小时候就他培养了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我有恩德，不光是这样去想，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母亲的心。是完完全全就是对小孩上面的这个重视，是完全是任何一个人不能代替的。那这也是可以，就是相当于，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五洲二世，就是这么一个人们都是不遵守因果的这样的一个恶世的时间当中，也有少数的父母跟小孩的这个关系非常不好的，也有少数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些针对性的一些父母跟小孩关系不好的那些，那这个我们就是针对性来说的，大部分的所有的母亲，那不光是人类的母亲，所有动物的母亲。那么我们看，就是一生当中都是以宰杀动物而生活的，相当就是肉食动物那些老虎跟狮子。我们就是有释迦牟尼佛的有意识对那个母老虎，就是有那个刚那个怎么生小孩的这种产妇那个母老虎对他做布施的这个故事嘛。为什么老虎还要做布施呢？因为他生小孩以后，为什么体力那么弱，他没有办法能够可以在自立，然后就快断气。原因是什么呢？也是为了小孩。从我们就是一般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如果所谓的母亲对小孩没有那么大的慈悲的情况下，那老虎那些看到什么就会吃什么，那就他的小孩也是有可能会吃掉这些都有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所谓的母亲对自己的小孩的这个慈悲呢，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就非常大的慈悲心。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第一个是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的母亲，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事情。第二个要知道的就是相当因果气质的一个观念，因果气质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是母亲，母亲是对我们有恩德母亲对我们有恩德的话，因为我们就是在因果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得要报答恩德。今天如果我们不报答恩德的情况下，那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又把这个没有报答成的这个呢，就变成一种怨恨，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痛苦来从我们的身边发生，让我们就是以痛苦来换。那么就有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严重的话就下地狱，变成恶鬼出生那么如果是在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些不报答恩德的这些罪过比较小的情况下，交完了最后剩下的这些一点点的这种业力的话，也是一生不健康的，一生贫穷的那么就是长相等等各个方面不圆满的，变成这样的不健康的人等等，这样来要换，那个时候就很辛苦所以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过去所有没有换完的，全部都是我们在观想，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亲。所以就是这些这么多的无量无数的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来说的话，也是无量无数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换清所有的这些我们过去没有换完的这些所有的债。所以呢，我们就要观想习无量心的时候，那么就是对方的我们就是产生嫉妒心的那个人，那么把他当作我们自己的母亲来看，然后对母亲呢，我们就必须得就有一个产生一个欢喜心然后就是要做随喜赞叹他的一切福报，随喜赞叹他的一切功德，
随喜赞叹他的地位，随喜赞叹他的长相，随喜赞叹他的这种健康的身体跟年轻等等各种各样的优势，我们都要做随喜赞叹。当然，如果是没有学佛的人，就是很普通的那些人，如果今天生病了，那也不一样的，会都像各种各样的，哎呀，这个世界上什么某某人他都还健健康康的啊，为什么我生病了啊？什么什么人他都是还是健健康康的，我为什么这样生病？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所以就是身体上有会这种生病的痛苦，加上心里也有更大的这种嫉妒心跟欲望，或者是那种嗔恨心跟贪心的有这种的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么以这些呢，就是又造成一直又不能解脱的这些严重的后果。然后一开始可以像我们自己的母亲有所谓的那个一点点的幸福，也可以想，比如说，那我就今天想我的母亲本来也没有那么幸福啊，会有这样想的话，那也不对的。那你的母亲也好，你自己也好，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但也是他会有一个他圆满的地方，那么这个他就比较好的福报。像比如说你的母亲那么他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那你就想我母亲的这个健康的身体，那么就是很少人有这样的健康的身体。那我希望呢，就是我母亲的健康的身体是永久的怎么是长期，就是要越来越健康，能够可以达到这样的话，我多喜欢，我多开心。那么就是祈祷上师三宝诸佛菩萨一切空性护法，我的母亲保持能够可以这样的健康，要这样去想。那你母亲如果是健康方面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如果财富方面比较圆满一点，那也可以想我母亲虽然身体不是很健康，但也是财富方面她就不需要再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就是担心更多。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呢就是一个要永久的要圆满的，那我也就是应该要就是随喜赞叹他的这个福报他有这样的一个财富，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需要今天这里担心那里担心所以就是生活方面他就比较居住生活的条件这样去想，这样去想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可以想出来的功德跟他的这些那个福报。我们做习无量心的时候，都要想他人的福报跟功德的方面。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去特别的想他人的痛苦跟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想他人的圆满的地方。我们不要产生嫉妒心嘛，因为我们平常产生嫉妒心的方面，都是因为他人的这些财富也好，名声也好，能力也好，长相也好等等各种各样超越了我们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的，这些都是我们就会去嫉妒嘛。那么会去嫉妒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是一般的一个出人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要学习赞叹他，就内心里面有点做不到嘛。但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朋友，你在内心里面做的话，也是好像就更做不到。内心里面就像，虽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你很希望他越来越好，他要比我更好，那个你做得好就是有点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学，要修修的时候呢，一开始你就先不想他，也不想他，那你只想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比较做得到的。那这个呢，就是刚是这样一直下去吗？这也不对的，这是一个过程。一开始这样，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呢，真正的内心里面，每次都有你内心里面，你就可以随喜赞叹你母亲的这个功德的一点点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你把这个呢，就是专为一切众生的话，那就对境就多了。你母亲也许可能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你可以随喜赞叹的对境，其他的他工作、财产、家人等等、亲人等等，也很多都不圆满的情况下，他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就一直为了他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就是一直做随喜赞叹，一直祈祷他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永久的长久健康。那你把这个位置一扩大一下，
扩展一下，扩展在你的环境里面，就怎么说呢？拿5个人作为对境的话，那肯定这5个人的话就不只是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有些呢就是财富上面比较圆满，有些呢就才华上面比较圆满，有些上那就是长相上比较圆满等等这种各种各样，那你就可以想更多的。那这样呢，然后到时候就是范围扩在整个所有的众生，才可以达到完全的习无量心。首先，以容易升起喜心的任意对境，如自己的亲朋好友等具有功德、幸福快乐之人为所缘际而修喜心。其次，在相续中升起这种喜心后，对于中等一般人观修，最后对伤害自己的怨敌、特别嫉妒对境的所有的人观修，彻底根除对他人财富圆满无法堪忍的恶心，对居住安乐的所有人升起殊胜欢喜之心，最终于无缘中安住。为什么这里说无缘中安住？无缘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求任何回报，没有任何的过去跟现在未来3个时间的一个实践的想法，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安住是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就上面不是有观察跟那个，然后安住有这2种的观修方式嘛？前面的方面呢，就是观察的方面的那个观修。那么后面这个部分来说的安住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没有任何想法的当中。那么就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我前面所谓的这种习无量心的发心，一直努力的，我想了我母亲的什么好，那么什么，或者我什么人想了什么人的他的功德心，想了很长时间，都是心思一直都是有在想东西的时候，一直在想东西，但是想的都是好的，人家的好，我就是跟着他学习，跟着他赞叹，然后为了他祈祷，一直忙，到了这里就是安住，什么都不想。那个时候要达到一切是过去的也好，现在的也好，将来的也好，都不去追随，然后不去想，然后不去动它，然后以这样的来进修这就是进修。观修跟进修，观是观察，一直观察的一种修持，跟进就是要精进的带着以这样的一个修持，这2者都是必须得要的。这2者来说的话，就是就像宗喀巴大师所讲的打坐观想，所谓的禅修，并不是说是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才是禅修的，平常在这个观察思维都是禅修。所以所谓的思维跟观察都是要尽兴的。前面的我们所讲的，就是也相当也是这些都是思维也是观察也就是修。修并不是说只是坐下来，然后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才是修嘛，那也不对的所以这两者都需要的。难解万乱之个也，自本自灵着康中。